咱談到看的是屏東的潮州甲新園哦，即馬換一個所在，這是高雄的鳥情。鳥情淹水的情形，淹甲含即個祖孫啊三個人佇個車內啊，袂頂袂動，愛等甲消防人員來到現場啊，將三個人救出來。好佳在平安無代志，其他的民眾呢，一早起程看到煙規片的驚甲要害，佮看到幾台車啊，迄車頂一直死，足驚有人去互關佇個內底，但是民眾一看好佳在無人啊嘛，找到車主，大家鬆一口氣啊！一台烏色的轎車佇落水內底，頂腰體是看起來真恐怖。有鄉親煩惱講，有人掉佇車內，直接就衝過，情況滿路行過看賣。那無人啊！哦，好好好。好，最深超深。太高了吧？你是想游泳哦？上深的所在已經超過腰，看起來真危險。下手確認講車頂無人了後，大家才放心。這種浸水應該是內底電會夠重啊。之前有看過這種雨勢嗎？沒有，他是第一次看到這附近淹成這樣子。對，因為這邊的地勢有一些比較低，自己的車也淹過引擎那邊。大雨一直落，今日透早3點外，高雄市鳥情區的巷仔內，公孫啊三個人駛車要出門，河畔兩粒懸的積水包圍條例，才在警察人員到現場，平安將人救出來。高雄市的美濃有一個婦人人，驚講這個水會淹入厝內去拼準高，結果無細緻，和大水沖去過身。造成災情的大雨，好真濟鄉親頭殼有夠痛，只望講雨趕緊較回咧，會當恢復正常生活。